早晨，各位弟兄姊妹，歡迎大家翻嚟 CAC 個家一齊去敬拜讚美神。今日一個歡喜快樂嘅日子，因為今日一個轉會禮嘅日子，亦都係我哋 CAC 踏入16週年嘅一個嘅主日，所以有一班嘅長老同埋嘅教牧，包括呢個前長老啊，去一齊去帶領大家一齊將讚美獻呈俾我上帝。喺開始之前，讓我哋一啲嘅報告。奉獻係我哋基督徒嘅本分，讓我哋都將我哋所能夠嘅奉獻，我哋去去納入喺我哋教會嘅家裏邊，使我哋家有糧，讓主去祝福我哋。咁可以透過唔同嘅方式啦，無論係e-transfer或者實體都可以嘅。大家參加咗未啊？呢個課程呢個嘅研經行動讀經研經行動有幾多人參加？舉手。咦，好少啫喎，唔係應該全部舉晒手嘅咩？應該仲可以報名㗎。今日巴西 Rebecca 喺早堂嗰陣時候都講過，唔係2025年截咗止㗎，26年你都可以報名㗎。雖然 miss 咗一兩日，但係你而家一陣完咗即刻撳去個 link 嗰度就可以報名，咁就可以攞翻啲資料㗎啦。咁讓我哋一齊去參與嘅行動，一齊喺聖經嘅話語上邊，讓我哋2年之內可以讀畢呢個嘅聖經。我記得大家我上個禮拜好似講過喎，記唔記得 Bible 嘅 stand for 乜嘢啊？唔記得咗啦！哇！我使唔使揾 Scarlett 出嚟講多次啊？Basic 因為係一個基本嘅資料啊，你入離開天，即係進入天家之前呢個 basic 嘅 information 啊，知唔知啊？你未有呢個 basic information 入唔到呢個天家。好，下一頁唔該。2026年1月份國語堂嘅轉會禮係會今日喺下午去進行嘅，有兩位嘅即係一個家庭啦，公營同埋道風呢兩位弟兄姊妹。咁另外1月18號呢，早堂亦都有另一位嘅姊妹Jessie 會係轉會嘅。長執就職禮，如果你係執事或者長老嘅，記住下個禮拜1月10號同11號喺唔同嘅崇拜當中會去舉行嘅。咁我記得 Pastor Rebecca 啱啱講過啊，坐喺前排啊，到時長老執事唔該坐喺前排，到時嘅係啦。咁記住預留呢個時間去出席。長老嘅退休會，如果你係長執退休會，如果你係長老執事，記住預留呢個時間，1月24號星期六1點半至4點半呢個時間，讓我哋去準時出席。如果要申請，如果唔能夠出席呢，要申請呢個請假嘅。咁呢個係啦，呢個上個禮拜都提過呢個家居防火知識呢個講座。啱啱好似我喺早堂先聽到，我都唔知香港啱啱有一個火災事件啊。咁所以大家要提高我哋去防火嘅意識，咁讓我哋都去預留呢個時間，喺1月17號星期六嘅2點至3點半去聽下呢個講座。因為呢個講座嘅形式呢係會有實體啦，亦都會有英語教授，亦都係粵語翻譯嘅。咁亦都設有兒童照顧嘅環節。咁所以大家都可以預留呢個時間去一齊去參與呢個嘅講座，去了解呢個防火嘅知識。差傳關懷小組嘅成員嘅招募，咁你見到 Candy 姊妹長老喺度啦。咁大家 Lily 喺咪喺度啊？Lily 唔喺後邊。哦，Lily 喺度。大家需要參與呢個事工嘅，可以揾 Lily 同阿 Candy 長老。因為好需要喺呢個人手去為呢個宣教嘅工作有一個負擔，亦都有好多嘅工作要需要去幫助。咁所以希望大家去參與呢個差傳關懷小組。2026年1月18號係咩日子呢？就係我哋嘅堂慶嘅晚宴。大家報咗名未啊？報咗名舉手。咦？都唔係全部嘅，即係需要啦。知唔知幾時截止啊？今日啊，快啲一陣完咗之後揾司事或者揾你團契嘅團長啊，即刻報名好嘛？嘅費用呢就喺呢度啦，咁大家可以參考。2026年主日學嘅課程，一個福音性研經嘅課程係有12課嘅，係呢個課程呢係專為一啲想去認識我哋福音
嘅信仰係到底係一回事嘅時候呢，就可以參與呢個課程啦。咁名額係有限嘅啫，得8位。咁就截止日期呢，唔係今日，係聽日。咁大家可以去去向辦公室查詢啦，亦都可以向崇拜嘅司事報名嘅。同工休假就係我哋Pastor Oliver 喺12月29號至1月16號呢段時間係放假嘅。咁佢都喺個嘅旅途當中啦，亦都有啲好感恩嘅事項。咁大家如果有參與呢個嘅感恩年終晚會嘅時候，都會聽到嘅分享㗎啦。咁亦都我哋希望即係喺我哋司徒裏邊啦，繼續紀念Pastor Oliver 啦，佢嘅休息同埋去充電，亦都去同家人去共一個有美好嘅時間。週三晚嘅祈禱會係為到教會2026年嘅方向去祈禱，咁大家都預留呢個時間，1週1個鐘侍奉禱告中。大家如果有需要代禱嘅事項，亦都可以透過電郵或者 WhatsApp 去聯絡教會，咁方便。但係記得係星期2 5點之前要送至教會。咁我哋星期3可以為到呢啲事嘅去祈禱。本月嘅金句係好短嘅一句金句，亦都好容易背嘅金句。大家今日可唔可以背咗佢呢？你覺得好短嘅啫喎，應該得嘅係嘛？咁我哋一齊讀2次啦，好嘛？以賽亞書60章1節，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第2次，以賽亞書60章1節，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讓神嘅話語真係我哋裏邊去動工，讓我哋能夠記住佢話語。咁呢刻，讓我哋一同有安靜片刻嘅安靜嘅時間，讓我哋去預備我哋心去敬拜我哋神。弟兄姊妹，就讓我哋去敬拜讚美我哋為主。諸天說述神榮耀尊貴，造物奇妙，讓蒼生驚嘆，伸手賜下，無窮盡恩惠，統管四方，權能越過天際。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比你？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你。弟兄姊妹，讓我哋去站立，去到你神嘅面前，我哋歌頌讚美佢，獻上我哋嘅感恩讚美。諸天說述神榮耀尊貴，造物奇妙，讓蒼生驚嘆，伸手賜下，無窮盡恩惠，統管四方，權能越過天際。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
你話語，你話語創建一切，看萬有無從推諉，盡領立下，大海呼應，眾唱哈利路亞。你話語創建一切，看萬有無從推諉，盡領立下，大海呼應，眾唱哈利路亞。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愛我主，我哋父上帝，我哋感謝你，感謝你讓我哋真係已經踏入第16週年，讓我哋去將感恩獻為祭，去讚美，去獻情俾你。因為由歲首到年終，你嘅愛從沒改變，你仍然係嗰位信實嘅主。喺2025年，無論係好嘅係壞嘅，我哋都仍要以感恩為祭去獻情俾你。因為你嗰位以年歲、以恩典為年歲嘅冠冕，你嘅路徑係滴滿油脂。主，我哋多謝你。讓我哋就獻情我哋嘅讚美。嚟緊26年，我哋知道我哋仍然滿有挑戰，但係我哋仍要感恩讚美你，因為你嘅話語充滿權能，你命有就有。仲係願一切榮耀頌讚歸俾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嘅真神。阿門。喺以弗所書3章16節嗰度話，求他按着他榮耀嘅豐盛，藉着他嘅靈，用大能使你們內在的人剛強起來。就讓我哋一同去歌頌，去宣告呢位賜俾我哋盼望、滿有能力嘅主耶穌基督。我的盼望就在耶穌基督裏，在你裏面滿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穌基督裏，有你在我，
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舉耶穌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湧流，滿有能力。有耶穌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嘅盼望，你盼望就在耶穌基督裏，在你里面滿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穌基督裏，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屬這世界，我高舉耶穌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湧流，滿有能力。有耶穌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沒有懼怕那戰勝仇敵。有主在我里面，沒有懼怕海的深有魚。有主在我里面，沒有懼怕能戰勝仇敵。有主在我里面，沒有懼怕海的深有魚。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屬這世界，我高舉耶穌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湧流，滿有能力。有耶穌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屬這世界，我高舉耶穌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湧流，滿有能力。有耶穌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們一同宣告，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感謝我哋主，讓我哋係弟兄姊妹。當我哋去回顧2025年嘅時候，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國家，都有好多唔開心嘅事件發生，無論嘅悲劇，甚至喺1個月嘅之前，香港嘅火災，又話嗰個台灣年青人嗰個無差別嘅殺人事件，悉尼嗰個光明節裏邊喺嗰個海灘裏邊被槍殺嘅事件，一切都話俾我哋聽，呢個世界係需要主耶穌基督嘅盼望同安慰。喺2026年，我相信我哋都係滿有挑戰，但係願意我哋去領受神嘅祝福，領受神嘅光照，我哋能夠成為佢一支美好嘅精兵，我哋願意去成為佢嘅代言人。上帝正在迎起一支精兵，藉以彰顯國度在世上。上帝正在迎起一支精兵，讚頌神榮耀主的聖名。賜我信念，將心剛強，與你結連於一起。教我契合，彼此分享，建設美滿的天國。上帝正在迎起一支精兵，藉以彰
彰顯着道在世上。上帝正在迎起一支精兵，讚頌神榮耀主的聖名。賜我信念，將心剛強，與你結連於一起，教我契合，彼此分享，建設永恆的天。賜我信念，賜我信念，將心剛強，與你結連於一起，教我契合，彼此分享，建設永恆的天國。主啊，我哋多謝你，多謝你，因為你以你自己大愛，以你嘅恩典去賜俾過我哋。主啊，我哋能夠站喺你面前，全是你嘅恩典。主啊，我哋多謝你。主啊，喺個新嘅一年裏邊，即係讓我哋能夠興起發光，被你使用，去喺呢個黑暗悖謬嘅世代，去成為你自己榮耀嘅彰顯嘅通道。主啊，就求你咁樣悅納我哋，讓我哋全人去奉獻俾你，無論喺金錢上，係真係包括我哋全人去奉獻俾你，就求你使用我哋。聽我哋禱告，奉耶穌得聖名祈求，阿們。請坐，弟兄姊妹。請聽上帝的話。約翰福音1章19至34節。約翰所作的見證記在下面。猶太人從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約翰那裏，問他說：你是誰？他就明說，並不隱瞞，明說：我不是基督。他們又問他說：這樣你是誰呢？是以利亞嗎？他說：我不是。是那先知嗎？他回答說：不是。於是他們說：你到底是誰？叫我們好回覆差我們來的人。你自己說你是誰？他說：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那些人是法利賽人差來的。他們就問他說：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亞，也不是那先知，為什麼施洗呢？約翰回答說：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們中間，是你們不認識的，就是那在我以後來的，我給他解鞋帶也不配。這是在約旦河外伯大尼，約翰施洗的地方作嘅見證。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這就是我曾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認識他，如今我來用水施洗，為要叫他顯明給以色列人。約翰又作見證說：我曾看見聖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認識他，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嘅對我說：你看見聖靈降下來，住在誰的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我看見了，就證明這是神的兒子。願上帝嘅話刻喺我哋嘅心裏面。弟兄姊妹，新年蒙福！祝願大家喺新嘅一年同見生命，活出豐盛。你話乜嘢係豐盛？乜嘢係豐盛嘅人生呢？你要知道乜嘢係豐盛人生，首先你要知道
Who are you？ 你是誰？唔知大家當人問你呢個問題，你會點答呢？而家用1分鐘向隔離嗰個人介紹你自己，開始。好啦，嗱，我唔知啊，剛才你係點樣介紹你自己嘅咧？邊個係首先講自己叫咩名㗎？請舉手。喂，咁其他人點講啊？你點介紹自己啊？啊，有冇一啲好趣致嘅自我介紹啊？喂，大家可唔可以分享下？啊，今朝有冇食早餐啊？去邊度食早餐啊？有冇啊？今年有咩大計啊？係咪啊？嗱，其實咧，如果你話個名係代表你咧，其實係咪真係咧？嗱，其實你會發覺原來呢個世界好多人係同你同名同姓嘅。我試過上網 check 啊，李瓊山係邊個？嗱，原來李瓊山除咗係李瓊山牧師咧，仲可以係李瓊山醫師喎，仲有個李瓊山律師喎，仲有李瓊山會計師喎。咁你話哎呀，咁你個名係咪真係能夠代表你咧？咁我唔知啊。當即係你向人介紹自己嘅時候，除咗個名，仲會介紹乜嘢咧？可能係你嘅職業啦，係咪啊？咁你話我係會計師咁樣，哇！咁其實好多人都係會計師啦。你話我係律師啊，或者係呢個工程師啊，咁其實都唔係真係代表到你嘅。究竟乜嘢係最能夠表明你是誰？你應該向人點樣介紹自己咧？我哋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嘅，係咪？咁所以我好想大家去諗下，邊一個身份對你嚟講係最重要，係你最重視，係你最睇重嘅咧？咁啊喺維真神學院嚇，我就喺維真神學院畢業啊。咁大家如果唔知道咧 ，Regent College 喺邊度咧？就喺大UBC 入邊嚇，一個 Green Roof 嘅一個神學院。咁咧有一次咧喺個學生嘅小組啊，頭一次聚會咁，通常頭一次聚會咁啊，梗係大家輪流介紹下自己啊，咁然後咧可以彼此認識下。咁啲同學咧就自我介紹咯喎，咁啊哇！維真咧真係一間國際嘅神學院嚟嘅啊！有啲人係嚟自英國啦，有啲係美國啦，有啲香港嚟啦啊，亦都有韓國啊、日本啊，甚至喺非洲嚟嘅。咁有啲人又喺度介紹自己以前係職業係乜嘢啦嚇，有啲人以前係醫生啊、工程師或者律師，或者啱啱大學畢業。咁又分享下嚟維真有咩目的啦維真咧有一個好特別嘅我哋神學院叫 seminary。但係你知唔知維真係叫做 unseminary 非神學院？咁點解咧？因為咧維真神學院係好鼓勵唔同行業嘅即係信徒咧入去神學院裏邊受造就，又去翻你嘅行業嚟到去見證主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嚟神學院嘅目的就係想即係豐富自己神學上邊嘅學識。亦都有啲人咧，真係做傳道人嘅喎，諗住奉獻做傳道人啦。譬如我啦，我先生入維真都係諗住做傳道人嘅。亦都有啲人唔知將來會點㗎，睇下神點帶領啦咁樣。咁又去到最後一位同學分享，哇！佢個自我介紹真係與眾不同，我哋個個聽完都呆咗。你估佢點講咧？佢話：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邊活着嘅喎。我嘅生命就係要彰顯基督，做基督嘅見證人。我想問下，在座有冇人試過咁樣自我介紹㗎？或者你有冇聽到人係咁樣自我介紹㗎？哇，好犀利喎！但係又好有意思喎。我諗呢個同學咧，佢唔係無名無姓、冇職業、冇過去喎。
不過我相信佢有其他身份，但係佢最睇重就係做基督嘅見證人呢一個身份。哇！我哋個個都覺得佢講得幾啱喎，係咪啊？當我哋接受咗耶穌成為我哋生命主宰嗰一刻，聖經講㗎嘛，唔再係我啊，乃係基督喺我裏邊活着。嗱，外表上我哋可能都冇咩改變㗎，係咪啊？同樣嘅性別，同樣嘅年紀啊，做同樣嘅職業啊，個樣都係咁啦。咁啊，當然有啲人信咗主咧，係會越嚟越靚仔靚女，越嚟越甜衣着又越嚟越樸素得體啊，行為舉止又越嚟越斯文有禮。嗱，呢一切其實都係裏邊嘅新生命滲出嚟一啲嘅美善，可以結出一啲聖靈嘅果子。當我哋接受咗耶穌，成為我哋生命嘅主，無論我哋過去嘅人生曾經有咩成就或者失敗，無論有啲咩得或者失，有咩對或者錯，呢一切都已經無關重要啊嘛！我哋嘅人生焦點係對準基督，我哋人生最重要嘅使命就係見證基督。我唔知道在座各位基督徒呢三個字對你有咩意義？係咪等於你係基督嘅見證人呢？所以喺呢個新年嘅開始，我諗大家都去諗下，你是誰？你究竟為乜嘢生喺呢個世上？你為乜嘢而活？你人生嘅方向、焦點、使命係乜嘢？基督徒呢三個字喺你嘅生命當中有幾重嘅分量？基督見證人呢一個係咪你最重要嘅身份呢？你嘅身份就係決定你嘅人生係唔係豐盛。我哋一齊低頭祈禱。真係主啊，生命係你賜俾我哋嘅禮物，點樣去活我哋嘅生命係我哋俾你嘅禮物。主啊，你係我哋生命嘅源頭，我哋嘅主宰，唯有你有權去定義我哋生命嘅意義同埋價值。聖靈啊，求你教導我哋點樣去校正我哋生命嘅焦點，叫我哋唔好再虛耗生命喺一啲冇永恆價值嘅事上邊。主啊，教導我哋點樣數算我哋嘅日子，把握我哋生命嘅年日，活出你我哋生命當中嘅計劃，讓我哋都能夠成為你活嘅見證人。奉主耶穌嘅聖名祈禱，阿門。2026年係我哋使命家慶祝16週年。大家知唔知道今年嘅教會主題係乜嘢啊？喺大家面前啊，喂，冇乜力咁嘅，都係唔係好夠啊！預備起，建造，哇，好有力噶嘛！興起建造，好 uplifting 啊，係嘛？嗱，呢個主題其實有兩重意義。第一重嘅意義係一個禱告，興起建造係我哋同心合意向神嘅祈禱，求神興起我哋，建造我哋。嗱，第二重意義係我哋嘅回應同埋立志，就係我哋同心合意去回應上帝佢嘅愛同埋呼召，我哋一齊興起，委身去與神同工，一起建造。你話建造乜嘢啊？睇唔睇到今年主題經文啊？頭先啱啱同你哋讀咗2次喎。我哋一齊讀啊嘛！以賽亞書60章第1節，豪俾你哋嘅。今次嘅經文真係好容易背，你即刻已經識背啦，係咪啊？好，我哋一齊讀：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又話啲榮耀發現照耀你，哇！所以我哋建造乜嘢？我哋要發光，建造發光嘅生命，發光嘅教會，發光嘅天國。我哋要見證上帝嘅榮耀嘅光輝係照耀喺呢一個
充滿絕望、不安、悲哀、仇恨嘅世界。剛才 Gary 長老都提翻我哋喺過去呢段日子，成個世界充滿好多嘅苦難，充滿好多嘅災難。我哋點樣去見證上帝榮耀嘅光輝，仍然喺度照耀呢個世界，充滿絕望、不安、悲哀、仇恨。我哋要藉住基督耶穌嘅榮耀，去帶來永恆嘅盼望、平安、喜樂同埋真愛。我哋要成為上帝嘅活見證，見證上帝在人間，佢仍然係掌管一切。所以1到4月，未來呢4個月，我哋係一同思想約翰福音。我哋思想喺主裏邊點樣去建造生命，去活出主耶穌應許呢個豐盛嘅生命。乜嘢係豐盛嘅生命？弟兄姊妹，豐盛嘅生命就係活出見證基督嘅生命。你有冇去見證呢位基督呢？見證原來係約翰福音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主題。點解？因為見證以動詞出現咗34次，以名詞出現咗14次。點解約翰福音咁強調見證呢？有一位學者佢嘅分析Alison Tribes， 佢話成個約翰福音好似一個訴訟啊，打緊官司啊，打緊咩官司啊？係耶穌同呢個世界打官司。嗱，因為耶穌嘅自稱啊，真係驚天動地喎！耶穌話：我係神嘅兒子，係通往真神同埋永恆生命唯一嘅通道。哇！如果呢個係真啊，真係非同小可。當時嘅世界係點嘅咧？係充斥住各種嘅異教、神秘宗教、猶太教，好多哲學思想係挑戰耶穌嘅宣稱。所以如果要證明耶穌所講真係真嘅，就一定要有真實可靠嘅見證。其實大家諗下，我哋活喺一個咩嘢社會？我哋活喺一個咩文化？呢一個嘅文化係人權被高舉，人嘅自我意識極度膨脹嘅世界。耶穌基督嘅福音係面對有史以來最大嘅挑戰同埋打壓。就算喺加拿大呢個以基督教立國嘅國家，佢而家走緊咩方向？大家睇唔睇到啊？不斷去打壓基督徒，所以就好似19世紀著名嘅聖經教授 A.T. Pierson， 佢話乜嘢？佢話見證啊係全教會全時間全部嘅工作。一個唔作見證嘅基督徒，就好似一個唔發光嘅光源，一道唔流動嘅水泉，一個唔生長嘅胚芽，一樣咁反常。另一位學者 James Boyce， 佢更加話：見證主唔係淨係傳道人，乃係每個基督徒嘅任務。大家知唔知？原來你真正嘅身份，你是誰呢？個答案就係你是宣教士。我哋每一個都係宣教士，無論我哋喺邊度生活，喺邊度工作，我哋都係喺度見證緊主。唔單止喺教會啊、團契或者佈道聚會，更加喺我哋平日嘅生活，喺辦公室、學校、家庭、廚房啊、揸緊車喺路上、飯台，我哋都係喺度作緊主嘅見證。我哋整個生命就係一個見證。見證主係每個基督徒嘅任務，呢個係早期嘅教會每一個信徒嘅信念。所以點解初期教會增長得咁迅速？係因為每個基督徒，無論係年長年少、富或者貧，佢係奴隸抑或係主人，佢哋都係奮身傾盡生命嚟到去見證主。點樣可以成為一個基督嘅見證人呢？
喺福音書裏邊，邊一個係第一個見證人啊？邊一個係第一個見證基督㗎？啊，好嘢啊！即係要大聲講出嚟啊！約翰啱先讀完嗰段嘅經文，耶穌基督第一個見證人就係施洗約翰。讓我哋一同喺呢個基督見證人嘅身上學習點樣去見證基督。基督見證人第一個特色係否定咩啊？否定自我，做生命嘅配角。我哋一齊讀呢段經文。約翰所作的見證記在下面。猶太人從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約翰那裏，問他說：你是誰？他就明說，並不隱瞞，明說我不是基督。他們又問他說：這樣你是誰呢？是以利亞麼？他說：我不是。是那先知麼？他回答說：不是。哇！所謂猶太人呢，喺約翰福音裏邊係指一啲猶太嘅宗教領袖啊，咁佢哋派代表去問施洗約翰嘅身份喎。點解呢？嗱，我相信喺當時啊，施洗約翰嘅工作係好轟動嘅，成個耶路撒冷嘅高層咧，哇，留意到呢個人走出嚟做乜嘅咧嚇，咁啊派人嚟調查下真相啦。但係你覺唔覺得阿施洗約翰咧，人哋問佢係邊個？佢真係答得好奇怪喎，係咪啊？通常人哋問你係邊個，你會點講啊？我係 Rebecca 咯。我會唔會話我唔係 Esther， 我又唔係 Anna， 唉，我唔係 Candy 咁樣？喂，佢全部都係 no 嘅，點解會咁？我相信係因為咧公眾嘅輿論喎，好多人咧以為，唔通你就係基督啊嚇，基督啊，以利亞啦，或者嗰個先知咁樣嗱。話佢係基督，咁啊基督係乜嘢？係邊個啊？乜水啊？基督其實就係彌賽亞 Messiah， 神嘅受膏者，係滿有神嘅能力同埋聖靈嘅充滿，亦都係呢班亡國400幾年嘅猶太人盼望等候一個好犀利嘅領袖，可以有能力喺政治上面去解放佢哋嚇。咁啊以利亞又係邊個咧？以利亞其實咧就係舊約一個好犀利嘅先知啊！呢個以利亞咧，佢喺列王記下2章11節咧就記載咧佢咧係冇死過嘅喎，佢係俾旋風接上天嘅喎，所以咧有啲猶太人領袖咧就估佢可能尚在人間啊，會喺末世嘅時候再出現喎。咁而且咧喺呢個經文裏邊馬拉基書預言有一個以利亞會嚟到喎，4章5至6節我哋一齊讀。看啊，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嗱所以好多人都喺度諗緊係咪呢一個以利亞先知而家終於出現呢？嗱，另外那位先知又係乜嘢咧？那位先知咧，申命記18章15節係摩西對啲以色列人講，耶和華你嘅神要將你們弟兄中間喺你哋中間給你們興起一個先知，好似我，你哋要聽從佢。咁所以啲猶太人咧好渴望彌賽亞啦，或者以利亞啦，或者好似摩西咁嘅領袖出現。嗱，其實咧，約翰否定佢係彌賽亞係可以理解嘅，因為佢確實唔係基督啊嘛，耶穌先係基督啊嘛。但係咧，佢話自己唔係以利亞咧，其實就好難理解喎。點解啊？因為好多聖經嘅根據都話施洗約翰就係嗰個要嚟嘅以利亞。首先，當呢一個施洗約翰未出世，天使預言啊，天使咧就向施洗約翰個爸爸去預言。我哋一齊讀路加福音1章17節。
天使向約翰父親預言，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嗱，呢直情係抄呢個馬拉基書4章5至6節噶嘛，係咪啊？先知400年前先知已經預言啦，係咪啊？神會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哋嗰度啊嘛，佢使父親嘅心轉向兒女，兒女嘅心轉向父親，話一模一樣嘅。先知預言，施洗約翰係以利亞喎，哇！更加重磅嘅就係耶穌都肯定佢係以利亞喎。馬太福音11章14節，我哋一齊讀。因為眾先知和律法說預言到約翰為止，你們若肯領受，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喂，耶穌講都會錯嘅咩？然後馬太福音17章嗰啲門徒問耶穌喎，文士點解話以利亞會先來啊？咁耶穌就話：以利亞固然先來，並要復興萬事。我話俾你哋聽啊，以利亞嚟咗啦，但係冇人識佢喎，任意待佢喎。呢啲人亦都會將人子將我都要受佢哋嘅害。咁所以明施洗約翰就係嗰個要嚟嘅以利亞，仲有第3重嘅證明喎，就係佢嘅外貌咧，其實從舊約嘅以利亞好相似嘅喎。約翰係穿駱駝毛嘅衣服，腰束皮帶。喺列王記下，以利亞又係身穿毛衣，腰束皮帶。哇！佢仲唔係以利亞？點解佢要唔認呢？嗱，呢個又係令我哋好唔明啊！咁我揾好多唔同嘅解經書，我都覺得冇一個合理嘅解釋。咁然後我又去睇下關於施洗約翰一啲嘅資料。哇！我睇下咧，慢慢咧我有啲頭緒，亦都對施洗約翰有更深嘅認識。嗱，我唔知道今日我哋去睇福音書，你印象中嘅施洗約翰係咪令你好深刻㗎？蒙查查㗎係嘛？施洗約翰好似茄喱啡啫嘛，係嘛？曇花一現咁又俾人斬咗頭啊！其實原來施洗約翰喺猶太人心目中係好崇高嘅地位㗎。猶太嘅歷史學家約瑟夫，你知唔知佢寫施洗約翰嘅事蹟多過關於耶穌嘅事蹟？點解？因為施洗約翰出身非常之好，佢係猶太人所尊崇嘅典型嘅人物啦。佢出身係祭司嘅血統又係拿細耳人。佢從細就緊守嗰啲嘅戒律被呼召做先知。所以約翰好勁㗎，佢充滿號召力、吸引力、說服力係一個好犀利嘅傳道人。同今日舉一個例咧，就係好似葛培理咁犀利㗎去到邊度就萬人空巷㗎。我哋睇下佢一出嚟就傳呢個悔改嘅洗禮，哇！佢一出場就點啊？我哋一齊讀啊！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承認他們的罪，在約翰係啦，喺約旦河受佢嘅洗。你諗下，全猶太全地係咪啊？哇！佢一施洗，全部人走晒出嚟。你可以想象佢話當時風頭幾勁，又有好多人跟隨佢嘅。嗱，如果你即係熟讀聖經咧，你會知道《使徒行傳》第19章保羅去外邦傳道嘅時候咧，佢遇到有啲人咧，佢哋淨係接受過約翰嘅洗禮㗎。咁根據一啲歷史嘅研究咧，原來第1世紀末咧有幾個教派有一個叫做咧Hamel Baptist 係高舉約翰就係嗰個彌賽亞。另外一個咧係Mandeans 咧，就係尊崇約翰嘅，而係話耶穌係假先知。所以你諗下約翰影響力幾大？其實約翰出身好過耶穌，出名過耶穌，
出道又早過耶穌。如果佢有私心，佢有野心，佢大可以順勢咧建立自己嘅名聲，發揮自己嘅影響力，做人生嘅主角。但係佢係甘為配角。弟兄姊妹，而家潮流文化最高舉、最推崇、最高嘅價值，其實就係建立自我、發揮自我、做自己人生嘅主角。其實我哋唔使好似約翰咁勁，我哋都不自覺咧，將呢個自我睇得好緊要。喺呢個時候，我好想大家喺新年嘅時候，你都省察一下，你點樣睇呢個我字？你睇得個我幾大，有幾執着？嗱，其實好容易揾到啊！究竟你個我有幾大？反省下你啲人際關係，你就知嘅。嗱，好多時候為咗我要做主角，我要話事，其實我哋傷害咗幾多人，破壞咗幾多關係，我哋付出咗幾多代價。有時你神都冇面俾啊，係咪啊？我要話事，我要做主角，其實要付出嘅代價都幾得人驚嘅。我諗我哋邊個係冇體驗過呢個我？其實好多時候係危害多過係去建立。所以耶穌清楚咁同我哋講係乜嘢咧？我哋一齊讀：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喂，呢個係求生秘笈嚟㗎。好多時候我哋求生，咁啊，梗係要維護我嘅尊嚴、我嘅利益啦。但係耶穌話俾我哋聽，錯啊！你係咁揸住尊嚴咧，係死路一條。你要放手，因為呢條先係生路啊！我唔知捨己對你有咩意義。嗱，好多時候我哋話，耶穌呼召我哋捨己，好消極啫。點解否定自己啫？其實你聽埋下邊嗰兩句啊，背起十字架來跟從我。其實嗰個態度係極度積極嘅態度。係點樣積極咧？積極到咧視死如歸。大家知道背十字架，你孭住個十字架，有咩路好走啊？有冇出路啊？你就去死㗎啦嘛，係咪啊？所以孭住個十字架，其實係一種視死如歸嘅態度嚟到去跟耶穌，讓耶穌喺你嘅生命當中做主角。我做耶穌嘅茄喱啡。原來呢個就係求生之道啊！呢個係生存之道啊！當我哋喺一切事上邊，讓主耶穌話事，呢條就係生路。約翰佢嘅生命宣言係令我非常之感動，亦都好震撼。8個字嘅啫，我哋一齊讀：他必興旺，我必衰微。呢8個字就係捨己背十字架跟隨主嘅典範。我哋睇下約翰啦，哇！佢好有優勢嘅喎，係咪啊？佢又係阿耶穌嘅表哥嚇，又係拿細耳人，又係祭司嘅後裔。佢唔會因為佢有優勢、佢有成就就沾沾自喜、鬆毛鬆翼嘅喎。所以佢雖然就係嗰個要嚟嘅大先知以利亞，但佢所睇重嘅係佢真正嘅召命，佢要見證呢位真正嘅彌賽亞。群眾對佢好多擁戴，俾佢好多嘅名聲，俾佢好多嘅尊崇敬咧，對佢嚟講係 nothing， 因為佢知道呢一切嘢都會過去。
最緊要係要持定神俾佢嘅使命，因為佢知道有一日佢要企喺上帝面前。一切人睇嚟，哇，好可誇嗰啲業績啊，同幾多人洗過禮啊，有幾多大粒佬都要受佢洗禮啊，連耶穌都要受佢嘅洗禮。佢收過幾多門徒，幾多人聽佢講道，所有呢啲嘢都係過眼雲煙。上帝唔計呢啲㗎，上帝只會問你，你有冇完成我俾你嘅使命？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今日你為咗呢個我字，你要搲住，要自己話事，你嘥咗幾多生命嘅年日，你嘥咗幾多心機時間，就係一啲好短暫冇永恆價值嘅事上邊，你不斷去投資。你有冇好似約翰咁持定使命，活出生命嘅真言？我哋一齊讀呢段經文。於是他們說：你到底係邊個啊？叫我們好回覆差我們來的人。你自己說你係邊個？他說：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那些人是法利賽人差來的，他們就問他說：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亞，也不是那先知，為什麼施洗？約翰回答說：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們中間，是你們不認識的，就是那在我以後來的，我給他解鞋帶也不配。哇！你睇下約翰佢係點樣介紹自己？佢所引嘅經文係記載喺以賽亞書第40章，但係佢嘅自我介紹，我哋睇到佢幾咁甘於卑微。佢甚至都冇講佢叫乜名啊！佢形容自己得把聲，我只係一個聲音，為主嘅降臨開路嘅聲音。佢覺得自己卑微到嗰個地步啊！同呢一個彌賽亞嚟到去解鞋帶啊，都不配。喺當時同人去解鞋帶，其實係最卑賤嘅奴隸都不屑做。所以約翰覺得自己連做彌賽亞最低賤嘅奴僕，佢都唔配。約翰完全冇誇耀佢個人有咩重要性，佢嘅使命，佢存在唯一嘅意義、價值、目的係完全在於嗰位要佢去見證嘅主。我好細個已經返教會，喺教會成長啊！我接觸過好多好多唔同嘅基督徒、屬靈領袖啊！我發覺真正上帝嘅僕人都有個共同嘅生命特質，就係謙卑。嗱，唔係淨係口頭上嘅謙遜啊，係唔自覺咁流露出嚟嘅特質啊。因為謙卑嘅特質係好得意嘅喎，絕對你唔係你自己去察覺嘅，係人哋去察覺㗎。當你察覺到，哎呀，我都幾謙卑喎，咁你已經好驕傲。謙卑唔係做俾人睇，唔係要得人嘅讚賞，而係心裏邊流露出嚟嗰種嘅 servanthood， 時時刻刻都把握機會去服侍。有一位好出名嘅屬靈大師啊，好多人都睇佢嘅書㗎啊。咁咧，佢有一次嚟溫哥華講道喎啊，咁啊萬人空巷啊，哇，好犀利嗰個嘅場地滿晒人啊，咁啊個個都想去聽佢講道啊。點知咧聚會就嚟開始喎，唔見咗喎！啲人周圍去揾佢，喂，去咗邊啊？周圍揾都揾唔到啊！終於揾到，你估去邊咧？喺廁所。喺廁所做咩咧？攞住個地拖喺度拖地啊！因為佢都哇，有啲人整到啲水喺地下，用乜嘢善親人啊？咁就喺度拖地啊！呢個就係真正嘅謙卑，冇人睇到佢嘅，佢就靜雞雞去服侍，否定自我，持定使命去謙卑服侍，喺上帝見證人嘅特徵。因為咁樣嘅生命先至係認定基督成為佢人生嘅焦點。我哋一齊讀呢段經文。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這就是我曾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認識他，如今我來用水施洗，為要叫他顯明給以色列人。約翰又作見證說：我曾看見聖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認識他，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對我說：你看見聖靈降下來，住在誰的身上，誰就是施洗的。我看見了，就證明這是神的兒子。嗱，成段經文邊一句令你最詫異啊？誒，喺咩度啊？喂，約翰佢話咩嘢啊？我先前不認識他。嚇，約翰唔識耶穌？耶穌係邊個啊？係約翰係邊個啊？親戚嚟嘅喎，表弟啊，你唔知㗎？喂，佢點會唔識耶穌啊？嗱，你睇下約翰成個見證嘅信息嘅中心，就係佢人生嘅焦點啊！佢就要揾出呢個耶穌出嚟。但係點解佢起初同其他人一樣，唔知原來耶穌就係基督咧？哇！原來佢藉住聖靈嘅啟示，佢先認出呢一個原來我個表弟，我由細到大玩到大，佢就係基督。其實耶穌一早已經喺佢哋當中，點解佢哋察覺唔到？因為冇聖靈嘅啟示，冇人能夠真正認識耶穌係邊個。弟兄姊妹，你係咪真正認識耶穌係邊個？你可能聽過好多關於耶穌嘅嘢嚇，日日講道，次次講道都講耶穌，甚至你已經信咗主好多年啦。但係我哋係咪都係好似啲猶太人咁啊？我哋其實喺耶穌周圍切出住行嚟行去，我哋唔識佢喎，我哋同佢冇建立密切嘅關係喎，於是你都覺得耶穌喺你嘅生命啊，佢幫助下我啦，保佑下我啦。你睇唔到耶穌喺你生命真正嘅重要性，以致佢唔能夠成為你人生嘅焦點。弟兄姊妹，冇聖靈啟示你，你唔會真正認識耶穌。但係當聖靈光照你，你知道耶穌，你認識佢嘅時候，你係冇辦法自制地會尊崇佢為你生命真正嘅主。你冇辦法唔喺佢面前趴低。但係當你冇聖靈嘅啟示，你冇真正知道耶穌喺你嘅生命究竟有咩重要性。約翰藉住聖靈嘅啟示，佢睇到耶穌係生命嘅拯救者，佢係神嘅羔羊啊，背負我哋嘅罪，受刑罰。冇耶穌嘅代贖，我哋係孭住自己嘅罪，係死路一條。我哋嗰條路就係喺永恆喺知覺當中受永恆嘅刑罰痛苦。耶穌係我哋救命恩人，佢為我哋死，我哋點樣可以繼續為自己活呢？耶穌更加係我哋生命嘅更新者，佢用聖靈施洗，藉住聖靈重生咗我哋嘅生命，叫我哋嘅生命能夠活像耶穌，越活越似耶穌。佢亦都係我哋生命嘅主宰者，佢係神嘅兒子，係我哋生命真正嘅主宰。佢有權去決定我哋生命嘅目的同埋意義。各位，你係邊個？原來唔係你決定嘅，係上帝去定奪究竟你係邊個。有好多人佢好成功、好有錢、好出名、好有影響力，但係喺神面前，上帝唔識佢。佢喺神面前係一無所有。有啲人可能睇嚟一無所有，喺神面前又唔係好富足又唔係好叻，可能好軟弱，但係
上帝識佢，佢就係一個富足真正蒙福嘅人。所以施洗約翰佢成為耶穌嘅見證人，佢係否定自我，甘為茄喱啡。佢亦都係持定使命，佢揾到生命真正嘅意義。佢亦都認定基督成為佢生命嘅焦點。他必興旺，我必衰微。呢個就係豐盛嘅生命。喺禮拜五即係 CIA 團契咁啊，分組嚟到去分享今年有咩人生或者今年有啲咩新年願望咁啊，個個都分享啊。咁啲人弟兄姊妹問我咯，我話我喺講道嗰度分享啦。弟兄姊妹，呢個就係我新年嘅願望，就係我向神嘅祈求，就喺新嘅一年，他必興旺，我必衰微。我不斷要去操練否定自己，唔好做主角，俾耶穌做主角，我做生命嘅配角。我要持定使命，活出生命真正嘅意義，就係為耶穌而活。我要認定基督，讓佢成為我生命嘅焦點。每時每刻由佢作主，由佢揸主意。他必興旺，我必衰微。弟兄姊妹，新嘅一年你喺神面前有啲咩新嘅祈願或者立志？我嘅盼望禱告就係讓我哋興起去同建生命，活出豐盛，就係活出一個見證基督嘅生命。我哋同建神家，喺主內結連，見證上帝喺我哋中間。我哋同建神國，見證宣揚，見證神國在人間。讓我哋喺呢個時候一同，我邀請大家嚟到聖餐嘅桌前，呢個係主嘅聖餐嘅桌。我哋要紀念呢位我哋拯救嘅主，亦都係更新我哋生命嘅主，更加我哋生命嘅主宰。佢點樣毫無保留嘅擺上佢自己，為我哋流血贖罪。所以我哋應當如此行，去紀念主。對主耶穌嘅愛，我哋點樣去回應呢？我請在座當中已經信咗主、接受咗水禮、重新得救嘅基督徒而家一齊預備我哋嘅心去領受聖餐邊個係即係已經接受咗水禮未攞到呢個聖餐杯餅嘅？請你舉手。如果你信咗主，但係仍然未接受水禮，或者你仍然係尋求緊認識耶穌，我求聖靈光照你，俾你見到真正嘅耶穌，以致你嘅生命不再一樣。嚟到主嘅聖餐桌前，讓我哋喺神面前安靜低頭去祈禱，我哋去省察翻我哋嘅生命。他必興旺，我必衰微。呢個係咪你人生嘅宣言呢？究竟邊個係你生命嘅主角？主耶穌，佢係我哋生命嘅拯救者，佢救命恩人。唔係耶穌嘅救贖，我哋就係死路一條。耶穌唔單止拯救我哋，更加賜俾我哋新嘅生命，就係一個活着像耶穌嘅生命。佢更加係我哋生命嘅主宰啊！有一日我哋要面對佢，我哋都要向主耶穌嚟到去交代，佢喺我哋點樣嚟到去用我哋嘅生命。耶穌一早俾咗人生秘笈求生秘笈俾我哋。我哋要求生，就係要放棄做主角，視死如歸，去做耶穌嘅茄喱啡。你願唔願意呢？呢一刻我都好希望弟兄姊妹去反省。有好多人話人生最大嘅敵人就係自己。你諗下，好多時候為咗自己做主角，自己要話事，自己揸主意，我哋傷害咗幾多人？
破壞咗幾多關係，我哋又付出咗幾多代價，執着自己，只係死路一條。究竟我哋學精咗未呢？呢一刻，我邀請你用一啲時間向耶穌祈禱認罪，並且再一次邀請耶穌做返你生命嘅主角。我同心低頭祈禱，親愛主耶穌，我哋感謝你赦免嘅愛、容忍嘅愛、接納嘅愛，我哋無法去測度嘅愛。你寬容我哋呢一班頑梗悖逆嘅罪人。你不斷俾機會我哋去悔改回轉，主啊，讓我哋睇到，讓我哋睇到我哋自己係幾咁醜陋，讓我哋睇到你嘅光係幾咁吸引，主啊，吸引我哋去跟隨你，吸引我哋再一次將生命獻呈俾你，讓我哋嘅生命俾你作主，拯救我哋，讓我哋唔好再陷喺罪惡嘅網羅當中。主啊，釋放我哋，讓我哋唔好再做自己私欲罪惡嘅奴隸，讓我哋可以自由喜樂嘅尊你為主。主啊，賜俾我哋信服嘅心，讓我哋喺一切事上遵行你嘅旨意，討你嘅喜悅，奉耶穌基督得勝名祈禱，阿門。喺主耶穌被賣嗰一夜，佢攞去呢個餅，祝謝咗，佢就擘開。主耶穌話：呢個就係我為你擘開嘅身體。我哋要如此行為嘅係紀念主，讓我哋以感恩嘅心一同嘅領受。飯後主又攞起呢個杯，佢話呢個杯係用我嘅血所立嘅新約，你哋每逢喝嘅時候要如此行為嘅係紀念我。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係表明主已經為我哋死，洗淨我哋一切嘅罪污。我哋以警醒等候嘅心，等候主嘅再來，讓我哋以感恩嘅心一同領受。讓我哋同心禱告。即係主耶穌，你我哋生命嘅拯救者、更新者，更加我哋生命嘅主宰。喺你以外，我哋揾唔到人生真正嘅意義。你用重價買贖我哋，係要我哋以生命去榮耀你。求你使用我哋，成為你嘅見證人，讓我哋否定自己，持定使命，認定基督。而主耶穌，你成為我哋人生嘅焦點。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祈禱，阿門。弟兄姊妹，你願唔願意加入呢個天國嘅大軍裏邊，去成為主福音嘅代言人，去喺呢個黑暗末茂嘅世界，去見證住主呢份嘅大愛同佢嘅榮光呢？讓我哋去回應以下嘅詩歌，讓主大能彰顯。讓我哋一齊站立去回應。神
上帝正在迎起一支精兵，直以彰顯國度在世上。上帝正在迎起一支精兵，讚頌神榮耀主的聖名。賜我信念，將心剛強，與你結連於一起，救我契合，彼此分享，建設永恆的天國。讓我哋回應我哋主，上帝正在迎起一支精兵，直以彰顯國度在世上。上帝正在迎起一支精兵，讚頌神榮耀主的聖名。賜我信念，將心剛強，與你結連於一起，救我契合，彼此分享，建設永恆的天。賜我信念。賜我信念，將心剛強，與你結連於一起，教我契合，彼此分享，建設永恆的天國。弟兄姊妹清楚。我哋好感恩啊！今日係我哋嘅堂慶，亦都係今年第一次嘅轉會禮。讓我哋用以下一段時間彼此委身立約，共建神家。以弗所書第4章11至12節，神所賜嘅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嘅，有牧師和教師，目的係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嘅身體。所以我好盼望每位弟兄姊妹喺你嘅新年立志裏邊，你要各盡其職啊！我哋要成全大家一齊，每一個人都參與侍奉，以致我哋可以建立基督嘅身體。點解基督徒一定要投入教會嘅大家庭呢？其實，當我哋信咗耶穌，蒙基督嘅血嚟到去赦罪得贖，蒙聖靈重生我哋就成為普世教會嘅一份子。但係重生得救嘅信徒亦都應該藉住，無論係洗禮或者係轉會禮，去委身投入地方嘅教會，成為教會嘅會友一同嘅去敬拜。學習真理，彼此相愛，互相激勵，去過團契嘅生活，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大家都有運用聖靈俾你嘅恩賜，委身事主事人，服務社群。所以我哋好開心今日喺5堂嘅崇拜當中，有5位嘅弟兄姊妹佢哋係會正式加入使命家成為我哋嘅一家人咁咧，當我讀你嘅名，請你上嚟。Ringo 鄭達陽弟兄，哇，好勁喎！好 Scarlett，係啊 Ringo 嘅愛啊！好勁啊！哇！好啦 ，Corina， 哇，犀利！好啦 ，Osman、Annie， 哇！真係幾多 fans 啊！喂，好多 fans 喎你哋嚇。好，咁5位年輕嘅弟兄姊妹。咁我要問下你心事先Ringo、Scarlett、Corina、Osman、Annie， 我謹代表使命宣道會歡迎你哋今日正式成為使命家嘅一份子。咁我要問你哋啦，你哋願唔願意
委身去投入使命宣道會，同全體會眾一同嘅敬拜上帝、學習真理、互勵互勉、傳揚福音、熱心聖工、服務社群。嗱，諗真啲先好講，我願意啊！好，你願唔願意？我願意。大聲啲啦！我願意。堅決啲。啊，好嘢，好嘢！咁咧，你哋都要願意嘅喎，各位會眾一齊起立。嗱，你哋都要願意嘅。你哋願唔願意同佢哋一齊敬拜神、服侍神，喺主裏邊去關懷佢哋、幫助佢哋、鼓勵佢哋喺主裏邊一同追求成長啊！哇！俾掌聲自己，好感恩啊！大家都情投意合，非常之好。咁感謝上帝帶領我哋能夠彼此立約。我而家宣布 Ringo、Scarlett、Corina、Annie 同埋 Osman 正式成為使命宣道會嘅會友。願一切榮耀頌讚歸俾各位，昔在、今在、永在三一真神。阿門！感謝主。好，咁我哋一同嘅喺神面前同心禱告。親愛天父上帝，我哋真係歡喜快樂喺呢個慶祝16週年嘅堂慶嘅裏邊。主啊，我哋好開心、好感恩呢5位嘅弟兄姊妹，佢哋都係被你所帶領、被你所感動，去認定係上帝你自己嘅美意，要帶領佢哋加入使命宣道會，成為使命家嘅一份子。主啊，佢哋好願意同整個會眾一同嘅敬拜尊崇你，更加不斷喺聖經嘅真理裏邊追求成長，更加喺主裏邊建立肢體嗰種血脈相連親密嘅關係，彼此嘅鼓勵，彼此嘅建立，彼此嘅支持，同心合意，同整個會眾一同嘅嚟到出去傳揚福音，嚟到去祝福我哋周圍嘅社區，成為你自己美好嘅見證。主啊，我哋求你賜福俾佢哋，都賜福俾佢哋嘅家庭，讓佢哋更深嘅去經歷，更豐富嘅去經歷主你奇妙嘅恩典同埋愛，亦都讓佢哋係能夠喺呢個家嘅裏邊，唔單止能夠感受到主耶穌你豐盛永不止息嘅愛，佢哋更加能夠去愛，去貢獻佢哋嘅恩賜以致佢哋能夠與眾弟兄姊妹一同建立基督嘅身體，榮耀上帝。我哋喺你面前嘅禱告祈求，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禱。阿門。好，大家請坐。而家咧係頒發證書同埋影相嘅時間。咁咧就請大家企開兩邊啦。咁啊，中間嗰個同我影張相。嗱，我讀你個名，請你出嚟。首先 ，Ringo， 歡迎你，歡迎你，歡迎你。好 ，Ringo 嘅愛人 Scarlett， 耶，歡迎你，感謝主。好，得啦，同阿 Ringo 企埋一齊。好啦 ，Corina， 歡迎你。喂，佢個愛人呢？喂，愛人出嚟啊！出嚟啊！出嚟啊！一下影相。一陣間上埋嚟影相啊！好嘢，好，跟住 Annie， 歡迎你，歡迎你，中間啲，我仲要在中間啲。哦 ，Osman， 歡迎你，歡迎你，再嚟。
我哋一齊嚟影張相，大家一齊。繼續以掌聲歡迎，好，可以影咗相啦嚇，感謝主，感謝主。好，我哋一同嘅起立，接受上帝嘅差遣同埋賜福。弟兄姊妹，你哋被上帝差派出去，去成為基督嘅見證人，去活出一個活着就是基督嘅豐盛生命，祝福他人，榮耀上帝。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能力，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嗱，大家未坐低之前呢，我哋要高高嘅。嗱，咁今次呢係有動作嘅6個字。咁啊，我哋嘅主題係咩啊？全年主題興起、建造，跟住加埋發光，冇錯啦。嗱，興起就要跳嘅。OK， 嗱咁啊，大家小心啊！嗱，興起、建造、發光，一齊嚟做，預備起！興起、建造、發光 ，Go Go Go！ 感謝主，感謝主，大家請坐。好，大家好高興。我哋今日嘅崇拜到呢度結束㗎啦。咁喺結束之前呢，都好讓我哋去歡迎我哋嘅新朋友啦。今日有一位新朋友喺我哋當中，係 Tracy， 係Stephanie 嘅朋友。係歡迎你，歡迎你，係啦。咁係啦，咁我知道樓下都有啲慶祝活動嘅，咁大家都可以係啦。咁我哋默禱之後就可以散會，咁大家可以同彼此喺同弟兄姊妹去交通啦。咁